陆军269里昨伫屏东进行联用操演，国军包括海神火箭弹、空军 IDF 经国号战机，各种战车武器进行实弹射击。另外，总统赖清德安算伫咧今仔日会登来台湾，有外国媒体就报道，中国可能伫咧拜六礼拜会发动军演，有专家甚至认为无排除甲罗西亚会做伙行动。 放火焰弹了后，就随立场 IDF 经国号战机初步出现伫屏东的空中，陆军269里第三军基地开始联用操演，包括陆军航特部、空军拢投入兵力做实弹操演，验证协同作战的能力。战车炮射击精准弹着白色衣裤内面的目标区，扫落来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入台发射海神火箭弹，增强大火力。 陆军高速的主力战车小连续进场，用较大的火力压制敌军持续对头前推进。现场的炮声无断过，浓烟一阵一阵冲出来。这边联用操演一大重点，各组的无级无人机参演，会当自主起降耐风立击，伫空中时间超过1点钟，作战范围到30公里，会当用伫山顶、山坡花情感中，随回团战场的影像。 监察院其实有提出报告，说我们这个摩羯无人机的功能还有性能并不十分的理想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国军还要投入更大的心力啊，在无人机的应用跟投入实战方面。在操演结束了后，真侪车厢的民众是排队去伫山顶，动作正熟悉在捡枪支壳，有的人佫家己准备吸铁，因为这枪支壳会当卖上100块，互当地居民加减会当赚一寡。加减啊，老人啊。 总统赖清德出访，暗算初六登来台湾。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，讲中国恐惊伫拜六礼拜对台湾发动军演。国防部初五发布，侦找到中国军机9架次，其中6架次是超过海峡中线，入来到西南空域，加上7架次的军舰、2架次的公务船绕台。另外，国军嘛掌握到中国军舰辽宁号的动态。 在俄乌战场，中共对俄国提出相关的这个外交，还有就是经济上的援助。那么在太平洋这边，俄国就出动海军来替中共就是撑腰，来展现他们所谓这种地缘政治上陆权国家的合作。针对罗西亚的唱水艦进正是出现在台湾东边的外海，苏志芬分析，无排除中国军队和罗西亚做伙行动。罗德文表示讲，台湾必须要防范中国搁一摆演练封岛、切断能源进口的性命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